啊，北京，你看北京从31度变5度了，从19度变零下2度了。啊，那你看温差20几度了，你看呐，骤降，气温骤降20几度了，可怕可怕，温度变化那么大。你看南京啊，从29度变8度了，哦，气温的骤降20几度了，低温20度变成1度了，哦，你看，啊，这么冷了，气温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哦，冷到这种地步哦。北京、南京啊，新营，你看还没有那变化那么大。台北啦，台北啦。哦，你看15度了，真的是凌晨低温，低温的是15度。黄梅啊，湖北黄梅，湖北黄梅东禅寺啊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哦，在那边拜五祖弘忍大师啊，然后得到主位啊。后来往西南边到那个广东市啊，是什么？忘记了呢。市会县跟猎人队同住啊，隐居山林里14年还是15年。后来到广州了，法性寺遇到印宗法师哦，开创了那个弘法的机缘。印宗法师帮他剃度，然后印宗法师很谦虚，还是要拜六祖为师的。后来再到潮汐本来宝林寺，后来叫南华禅寺，弘法立生，被那个地方长官邀请到那个城市中大什么寺啊？大幻寺啊，还是什么寺啊？说法。然后会有六祖坛经，那武汉呢？哦，武汉你看还是低温的，然后湖南长沙，你看，哦，湖南长沙也是冷的哦，冬天那么冷，你看11月份而已呢，先天的均匀反射应现象，寒流提早1个月来临，已经变这么冷了，11月份而已就已经低温个位数了，你看湖南长沙哦，那武汉呢？记住啦，记住啦。差不多嘞，为什么武汉跟长沙怎么差不多啊？武汉跟长沙说大概，台湾南北400公里那么长的呢，距离那么远呢，有那么远吗？六祖从那个
广东广州附近的南海嘛，好像是南海。新州百姓啊，新州往北走，要到那个潮汐宝林寺，先到潮汐那边住了一阵子，后来再继续往湖北黄梅，要拜五祖弘忍大师。湖北东禅寺啊，湖北黄梅东禅寺拜五祖弘忍大师为师啊，在厨房里打杂做工8个多月，然后得到主位呢，然后还要赶快逃走，往西南走到广东市会呢猎人队中隐居14年还是15年了，14年吧，然后再出来到广州，遇到法性寺印宗法师，然后开创那个弘法的机缘，后来再到潮汐宝林寺，后来叫南华禅寺了啊，弘法立生，后来有六祖坛经，你看。武汉，黄梅再看一次，黄梅，你看这么冷啊！哎呦，从南方的，通常都是习惯热的天气的人啊，跑到那个冬天这么冷的地方去生活，多辛苦啊！在那个厨房里打杂工作，你看也不能赖床，你看啊，冬天那么冷，年轻还受得了，那个时候二十几岁了，去求法，说走了1000多公里，走了1个月左右，多辛苦啊！走到黄美东禅寺呀，走了1个多月，走了1000多公里，多辛苦啊！比那个长沙到武汉还要远。长沙到武汉大概是台湾南北长400公里，有这样而已吗？还是更远呢？要看地图了。六组了，走1000多公里，多辛苦啊！你看绕台湾全岛一圈看看，你就知道。用走路的绕环岛台湾一圈，你就知道多辛苦了。半夜睡哪里啊？吃的喝的要怎么办啊？你看那多么辛苦啊！辛苦受尽了。然后到那个湖北东禅寺到厨房里面打杂工作做苦工8个多月，然后得到禅宗六祖的主位啊，然后还要继续过逃亡的生活，隐居在猎人队中14年左右啊，多辛苦啊！来看乌拉圭首都，乌拉圭首都，乌拉圭首都亚松森啊，巴拉圭啦，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啊。在南半球现在正热啊！一贯道三宝新法传到巴拉圭呢，巴拉圭首都亚松森，传到巴拉圭呢，教书法了，教中国术了，中国武术了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啊！有一贯道总会呢，巴拉圭一贯道总会，在南美洲在智利的东边，巴拉圭首都亚松森，乌拉圭的才是孟都啦，乌拉圭的首都才是孟都的。没有，可能翻译的名称不一样了。
嗯，南美洲的乌拉圭，不是这个啦，不是要查这个啦，查东京啊。哦，你看这样，查韩国首尔啊，你看个位数了，你看低温个位数了，查新疆伊犁，哦，宁夏的个位数哦，新疆哦，低温你看零下6度，零下的高温呢也是个位数，你看，然后再查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，你看零下十几度了零下还2位数了，最高温还零下1度的、0度的，到3度的，你看冷到这种地步啊，蒙古这么冷，那俄国的嘞，哎呀，一下子怎么想不出来？俄罗斯的那个首都叫什么？一下子想不出来。哎，没有，列宁格勒就是那个翻译的名称不一样了。克里姆林皇宫。嘿嘿嘿，没有办法，忘记了俄国的首都什么？看台北。你看20几度、18度、15度。看美国华盛顿，你看个位数也有12度的了，温度变化那么大。